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那么这2天，会使讲在过去一礼拜，那么真侪人咧注目马英九去到中国，那么蔡英文总统去到过境美国，讲到马英九制作抗日，讲是咱中华民国，而且咱国变大，搁含中国大陆。那么中国点点随在你讲，只是甲你消音，无甲你报。安尼是算做河湾大突破，也是演一出和平统战来布局。国民党安尼就处会对着马英九，民进党敢是只有亲美这条路吗？咱好好啊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李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两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吴锡志。那么第三位，前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政治评论员吴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讲，那么在马仔的透明差不多1点外，蔡英文总统会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McCarthy 来见面，那么引起了中国不满，已经呢放调讲哦，爱美国袂使安排官员甲蔡总统来接触。咱的外交部嘛批评中国的讲法是脱离现实的讲法。嘛有学者来分析，蔡总统甲 McCarthy 会面的时空背景，甲 Pelosi 来台湾已经完全无共款。中国应该是未出现亲像去年来包围台湾的军事演练，加上明年美国也要来大选，美国嘛有家己的考量。总统蔡英文会伫4月初5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对这咱的朝野立委拢感觉真好。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要求美方袂当安排官员和蔡英文接触。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窜美，不安排美政要和官员同蔡会面或接触。中国外交部近日针对蔡总统出访及过境行程的批评，越显得荒诞无稽。其所谓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更脱离现实，不值一驳。中国唔但放话，阁增加绕台的行动。初3到初424点钟内，国军是侦查到共机20台、共南3台伫台海边仔在活动，其中9台共机阁飞过海峡中线。学者分析，蔡总统和麦克锡见面，和进前佩洛西访台的背景是无共的。佩洛西来台是伫中共20台进前，为着安打内部，中国的态度必须要较硬的。但是最近有真侪国的领导人是安排要访中，中国的反应应该是袂遐尼大。美国嘛有家己的考虑。明年的话也是美国选举之年，美国他也会顾虑到。如果现在让美国的民众感觉说北京在给美国下指导棋，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个选举来说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讲，若台海冲突，美国保卫台湾的关键，就是要先炸共军新一代的防空弹。学者认为讲，要先抢到制空权是真重要，摕到制空和制海权，中国军队就会真歹去做后边的定力作战，威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今仔在这个连续假期的上尾1天吼，来讲到这个议题，其实就牵涉到真侪新的新闻出现啦。哦，譬如讲。郭台铭先生今日跳出来讲，又要来参加到国民党，希望伊会当代表国民党来选大选，吼啊！而且伊讲到，他唔是关注讲伊要来选大选，伊讲哦，这个应该爱互民进党袂当选调，吼，只有通啊化解，吼，美中不足，应该爱伊来做，吼，这头一个。第二个，咱收到一个消息，讲吼，中国。由这个海事局，要来进行到联合巡航。这联合巡航呢，
伊有当行到超50海里，吼，变做安尼足近的，吼，啊，这嘛毋是军事嘛毋是，但是小可甲你说者，那么对照着咱他所看的新闻，他卖出来讲吼，即个双方面啦，中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用相当性的来真节制，无希望去年这种情形过来出现。那首先请简短吼，请四位来发表讲，马仔吼，尤其透明，蔡总统甲这 McCarthy 的见面吼，恁预期会安怎？是啦，这个蔡总统甲这个美国政治这议长吼，在会面吼，麦卡锡这个会面吼，其实是国真简单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对话尔啦。其实讲，我会安尼讲啦，中共其实唔免反应遮大，免怎讲？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政治来讲吼，麦卡锡其实唔是正的官员。虽然讲伊踮咧即个美国政坛的排行来讲是仅次于即个总统甲副总统，白老三，白老三，所以伊即个政治的分量真大，无毋对。问题咧，伊毋是正的官员，所以对即个拜登即政府来讲，伊无法度去限制，伊会用去见相，无用去见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咧，因为伊是共和党。即个毋是执政党，伊毋是执政党，但是咱看到迄个贴啊顶头写 bipartisan， 确实啦，两党拢有呢。确实啦，因为吼，伊即马即个麦卡锡吼，伊要踮咧即个美国的国会，要创造一个什么趋势，就是讲，即马踮咧美国国会吼，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拢即个一致咧对抗即个中共，所以对即个麦卡锡来讲，伊即马是领即个跨党派的议员，要甲咱蔡总统见面。老师，我简单问啦，吼，你认为中国敢有像你安尼想讲，这是一般性的即个外交会谈安尼？当然啦，对于中共来讲，所以你这是咧甲对于话话讲，你唔通安尼想。当然啦，因为对于咱中华民国，对于中共来讲，咱中华民国的总统，不管甲国外多一个议员也好，还是部长，还是什么，甚至是总统会面吼，对因来讲，拢是一个。你讲咱串美呢？对啦，问题。多传串美。对因来讲，因爱表达因的立场，啊，问题咱嘛是爱去。无你的意思讲好讲啦。对，啊，所以讲即届因的反应吼，其实无可能对甲去年8月这么大。你也是认为安尼啊？这题你认为？当然啦，李老师讲的哦，我刚开始我认同，因为中国面对蔡总统离开美国跟麦卡锡见面哦，这当然因会有这样的反应是这正常的，因为去年拢来台湾啊，对吧？进行迄个佩洛西来台湾时阵，因反应较大，啊，这摆嘛是爱有一个主张嘛，所以中国会有这种对于咱蔡总统跟美国任何形式的见面哦，不管是官方接触或者是非官方接触，只要涉及到政治哦，都是踩到敏感线的。所以，但是动作袂遐大，你认为？我感觉是袂遐大，这嘛是考虑到即马前总统离开中国，搁离开访问嘛。所以按理来讲，马英九算做去做好代咯。我感觉是袂使安尼解释的，主要是因为讲，你若讲即马要。习近平希望讲两岸要大交流，啊，个第二个希望讲这个马前总统到中国去访问，可以让两岸之间有一个所谓的共同朝向一个政治的目的的话，即马伊也是讲表现出甲去年相共的这种动作。当然，这不是拍马英九的脸，不是拍家己的脸。但是因有当时前脚行去后脚就共献脆配，这种代志嘛一定会出现。我感觉台湾跟美国爱注意，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咱蔡总统去美国，起码是这个时阵，可能回来了，中国敢有其他的动作来去面对，因为习近平嘛也要对内交代嘛，这个动作伊嘛是在测试讲内部的反应是不是觉得安尼有伫立场上尊严无去失分嘛，所以我刚刚起码这个擦边球也好，这个军舰绕台也好哈，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是在测试讲。
内部的反应会是如何？那同时，现在马前总统又在中国，我做这样的动作，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产生什么样的意涵哦？但是我刚才是真正咱来注意的是讲，后手对后手，后礼拜还是讲这个可能到4月、5月之后，真的大家台湾开始要进入到2024的总统大选这样的议题了。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来针对？看伊来帮派还是来斗相共？那你在预测吼？未来一定各有这个美国的众议员。咱小咱还有50分钟，我来讨论来问记，你认为呢？我是安尼看啦吼，阿强啊，伊即届搁较巧啊啦吼，伊袂犯他咱进前佩洛西迄个错误。我搁爱讲强调一届国际政治就是咱讲究时与势，因为即摆时间甲力量是徛伫伊迄边。我若是伊，坦白讲，我就讲政治有当讲足简单的，但是我有战略自信，我有战略定性。今仔咱来看即件代志发展，对我来讲，但是我先强调哦吼，咱中华民国甲任何人交朋友，咱无需要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答应。这一定是这是这，所以我感觉咱的张副发言人讲的迄段话是讲了真好。吼，咱中华民国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没有任何疑问。但我爱讲，咱咧看代志时，讲内行的人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你若讲即届美国对蔡英文做的这个代志啦，坦白讲啦，美国我感觉是卖讲下西下井啦，但是无甲伊讲甲哇遮尔啊会飞天的政敌。你若讲以民进党较早足高选举的，这早就大内宣啊。大外宣啊，出口转内销，但你看伊即个有啥这样低调，对，因为代志唔是伊想的安尼嘛。我想卖讲吼，即摆瓜地马拉甲咱所谓即个进前的国家啦，贝里斯，我甲大家报告，这两个国家伫世界名单内底是进入恩格尔名单，这是足歹势的代志。到尾你讲讲价值联盟。所以我提醒的就是讲，伫美国通过了所谓台湾旅行法了后，伊讲哇，大家拢爱甲台湾做朋友啊，上实力做朋友的，就是美国啊。美国家己唔敢甲台湾好啊，做朋友，甲一中政策给废掉，咁伊直叫别个国家，这有啥物道理？所以我讲，即马咱看到，你即马咧骂美国啦？对，当然，因为美国即马做的代志，我讲用咱台湾话来讲，简单两句话。就是伊互你蔡英文总统吼一个交代，叫做无戏戏嘛好，过来就放屁安高薪。我嘛是互你建议啊。你即马看麦卡锡这个，你这话骂得真重我当然骂，因为我爱讲实话啊。你看伊做的代志，迄是所谓咱拢知影美国是三权分立，立法权甲你讲台湾总统，啊，说他讲美国咧做的代志，你袂感觉足好笑？伊即马国内。不管是银行啊、川普人啊、国际，咱看伊的势力是不断的往下滑，所以即马阿强啊有啥会讲话，这样啊有底气，否则我就讲，所以对咱来讲，阿强啊即届学起来，即马马英九前总统搁伫大陆，所以我讲阿强啊伊即届一定是足巧，因为伊知影。时间甲所谓这个国际的情势是徛伫伊迄边，所以他不会犯这种精神不在就对啊啦。伊知影美国人是挑工甲你兼骂美国人，对啊，臭咩啊人小等还有时间互你骂美国人。是。意外。我感觉安尼啦吼，这国民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吼。美国这届众议院议长甲台湾总统来见面，不激发新闻稿，而且佫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做伙两党一起见，是，而且这个麦卡锡是美国政坛的第三大人物啦，排第三个啦。过去那像国民党的朋友讲的，啊哪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就放屁安高薪吗？啊无恁见得着无？恁会无啦，我甲你讲啦，举例哦，恁记会着，记袂着？过去马英九过去19摆，有见过吗？有跟哪一个众议员见过吗？有哪一个众议员愿意跟他见面吗？无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国民党的朋友，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是该咱的这个麦卡锡愿意跟台湾总统见面，而且这个新闻顶管已经写台湾总统。第一个，第二个是跨党派见面，这件代志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来讲，是历史上非常重大的突破。国民党，咱外交应该要团结啦，我们应该要感谢美国的这些众议员愿意跟台湾来做朋友，我们是民主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前进。等到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讲啥？讲台湾的主权，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含着台湾，包含着台湾是不得被侵略。我要问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何时曾经一时拥有过台湾主权来治理过台湾？完全无呢。啊，针对这个代志，国民党颠倒无伫骂中华人民共和国，颠倒搁反过头来讲啊，你唔免臭屁啦，但是这无啥物了不起的。我甲你讲，有了不起，无了不起。你看阿强啊的反应，你就知影啦。吼，所以不要说不到，不要吃不到葡萄，又说葡萄酸。然后国民党的议员搁讲啥？啊，这嘛无啥物了不起啦，叫拜登来见面啦，叫拜登来接见啦。安尼才真正是了不起。我来讲，若真正拜登来接见，嘛是隔壁讲的，那有啥物了不起？咱去其他的国家嘛是共款啦，敢是真正共款。伫个外交台湾的困境，大家拢知影，所以我是希望，咱即马有遮尔好的外交的环境，咱应该不管朝野，应该要一致对外。不要唱衰台湾，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议员他意思是讲，这已经拓展一步，而且未来会更加好，袂更加歹，因为这在美国是两党一致的共识。我感觉会更加好，美国会不会好，会不会坏？我感觉这是动态，对不？过去马英九伫咧执政的时阵，伊就讲啊，我甲中国的关系偌好，拄偌好，对不？所以，咱的外交修兵唔免外交，因为阿强啊未来抢我的这个邦交国，所以咱唔免外交修兵，咱的国防嘛唔免去买这预算。不过，即马这个时间，因为美国甲中国的这个互相对抗、两权的对抗，台湾即马伫个这个位置，讲坦白的，大家拢爱。大家拢爱，因为咱就是一个关键的战略位置。啊，台湾要徛伫个什么位置，才对咱上有帮助？我感觉咱是爱去思考。当然，咱会当选择像马英九即马伫个中国啊，伊就讲什么两岸同属一中啦。我要干哪一个问题问马英九，两岸同属一中，你知影伊去中国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伫个咱过去修宪的时阵，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哦。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唯一的代表，这是国民党以前甲咱讲的。结果即马马英九去甲对方，讲要去制作的时阵，伫遐考，明明是要制作，结果你去做政治表态，你还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来讲，即马若是蒋介石伫个执政，转来马英九马上去用枪毙。我讲，你哪会使去承认汉贼不两立？哎，你现在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你不是要来消灭中华民国吗？是，我这马上好文件，互你回答别。太简单，你看你一直举手。简单来讲啦，吼，我摆先讲蔡英文总统讲的啦，时空环境不同啦。哈，上无咱蒋经国上尾有啥会开放大陆探亲，时代无共款啦嘛。今卖共产党甲较过去共产党，所以他议员讲的迄个代志，你认为时代无共款，马英九讲这是恰当，这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嘛。我都爱讲蔡英文总统嘛，伫陆委会时嘛，讲我是中国人啊，我摕中国册啊。啊，今卖有啥伊毋是讲过讲，在伊的任内没有任何人为着需要伊的信仰而道歉。啊，到底多一总统是即摆是蔡总统不回答蔡主委的话，还是安怎？所以你看蔡英文，伊家己嘛一直咧辩，因为国家的利益是上悬的，所以你看因家人的变动。所以马英九即摆这个辩，到底你有赞成无？我同意，我感觉伊即个做了真好啊，徛伫外面。我讲来看代志，对台湾人民来讲，加一个足简单的。正义论的作者叫罗尔斯，伊讲无知之幕。我讲咱即马拢大家拢卖冤家，你看即马甲迄个数字甲摆出来，你讲这几年你到底有做了较好无？有过了更较好无？你把所有 KPI， 咱较早你讲马英九外交修兵叫外交修课，但咱看到咱国家的免签证，国家愈来愈多，咱会使去参加 ICAO， 会使去参加国际刑警组织，这种的代志，咱的蔡英文执政了后，你看哦，根本咱这行袂出来，改变现状。你这是看数字嘛？对，就是比数字嘛。对，啊，实际上，伊对着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籍，吼，国籍，譬如讲，你唔是一个国家，你唔是安怎，你唔是安怎，这种物件你有。来，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嘛是活生生血淋淋。
我讲我昨伫节目嘛拄着苏培议员啊，你讲咱的帛琉是咱的邦交国，彭仁是咱的邦交国，到尾咱去遐要参加世界海洋大会的时阵，美国爸爸甲你讲，你船员袂使用中华民国，咱台湾若是去唔是非邦交国家开会，你讲袂使用家己的国号，咱就准拄煞片仔望咧，去到咱的帛琉，咱的邦交国，到尾咱蔡英文政府有讲一句话无？美国爸爸安尼一讲，咱就纠转来，所以我讲你甲我讲遮济拢无效啦，对老百姓来讲，我讲你到底互我啥？我只要看到我囡仔全民全动法。16岁爱可能爱造册，虽然即摆教育部伊退让啊，你即摆的兵役变4个月变1年，这就是改变。这咱今仔日唔是这个主题哈。我意思是讲，伫蔡英文总统执政了，台湾到底是前进啊后退？我甲看数据。我互谢弟来回答你吼。对，咱今日主题哦，应该是讲蔡总统今摆伫美国做访问嘛，吼。跟麦卡锡见面，那马前总统现在中国哈，那可能会跟谁见面等等，应该是在这个聚焦了。啊，其实我要回应一个事情哦，就是说现在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哦，绝对不是在中国那一边哦。这10年来，中国经济的下滑的幅度，还有习近平虽然掌权了，可是内部的政治上的危机意识还是很强，更不用讲外部的情势嘛。所以底气不在中国那边，所以。面对蔡总统到美国与美国的国会议长见面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动作变小的？其实不是因为气在那边，而是他必须自我约束，也动作修大，美国可欢迎就愈大嘛。但是咱今仔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是讲，那么马英九在这摊吼，咱小等较详细来看，马英九在这摊伫中国安尼制作啦，佮讲中华民国啦，讲安怎。中国国民党是毋是会变做在2024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对着马英九来行这种路线呢？我先互谢弟。我刚刚讲吼，对啊，这个文琪兄有讲到所谓的正义论哈。马总统在这一次马前总统这一次在中国的访问，一提到中国宪法。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政治论述立场都必须尊重，但是要诚实啊。为什么？一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里面讲的序言里面讲的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嘛？但是你去看它的序言的原文，以下讲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你刻意去曲解了它宪法里面的原文，然后你把它限缩的，然后再来是对等的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一定是有一定的政治操作嘛？如果说依照他是个宪法专家，讲唔是讲可能讲其实伊也知，就是我就挑工甲你讲，讲甲你，互你安尼，你点头你若莫甲我反对，我这关我就算会通过安尼。所以打马虎眼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最大的争议所在啊。虽然讲这在中华民国，虽然讲这个两岸应该要和平，但是在中国所听的，就是希望你用这样的一个圈套。但是有真侪人会感觉讲，哎呦，你会当去会当互你安尼讲吼，已经是袂歹啊，吼所以呢，打马虎眼下一厝大家才好见面，敢有这种可能性，老师？是啦，我必须安尼讲啦，第一个。马前总统踮咧迄个湖南，踮咧迄个即访问时，伊就讲，伊为什么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讲？因为主要伊是要表达是讲吼，咱中华民国，咱国民党徛的立场，中两华关系立场就是9·2共识，主要是安那一中各表，伊要表达的是一中各表，就表示讲，你的宪法有讲就这。阮的宪法嘛有讲到这，因为阮中华民国的宪法内面嘛提到讲，你大陆地区嘛是算咱中华民国的土地，吼，所以讲咱这两边若要好好啊交配，就莫讲去否定对方的存在。所以你既然你希望阮去接受你中共踮咧中国大陆的统治权。的统治地位，你嘛要尊重咱踮咧台湾，即中华民国踮咧台湾的事实。老师，你马英九的文堂哦，你解读伊的心声呢？无对马英九来讲，伊即马希望表达的是安尼，伊其实伊讲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吼，其实毋是讲伊接受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伊是讲恁对方的法律讲到这，阮的法律嘛讲到这，所以。但是他说题有讲，伊小可甲闪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甲变做中国，啊，中国就是你看到查某便所，我看到查甫便所，啊，拢是便所，啊，但是呢，阮去便所的所在无共款。问题即马就是讲，大家对这个中国的定义是伫徛咧倒一边嘛？这我要来问议员吼，谢弟你小等下吼，咱即摆吼，我感觉真侪人咧讲吼，马英九吼，咱来看这张地图，伊这逻辑是安尼，我来制作啊，我来讲到民族吼，两化拢是中国吼，啊，我来做看这个控制，来去靠这个张自忠吼，张自忠实在讲，毋是国民党的将军啦吼，虽然后来是国民党的将军，伊是西北军的啦吼啊。伊讲吼，日本会得到报应，吼，佮嘛日本人，吼，这个叫做反法西斯，吼，所以呢，这一路拢看控制啊、民族啊，拢诉求这民族主义，吼，对着民族主义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甲中华民国这三个吼，三位一体，吼，通好甲结合者，有人讲伊这是咧做催眠呐，吼，讲催眠。议员，你敢有同意这种讲法？我感觉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讲法，其实是甲即马台湾的民意是完全互相违背的，吼，无共的吼。咱台湾的民调有有8成的人认同两岸是互不隶属的，第一类，吼，有7成反对中共的一中原则甲9·2共识，吼。有8成的人感觉中国所宣称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领土的一部分，是无认同。无同意。吼，所以你马英九，你即马去甲中国，本来你甲大家讲啊，我就是要去祭祖，我要来看阮阿公，吼，我是一个金总统，吼，所以我不涉政治。结果你去到遐，你即马行的路线全部都是抗日。在操作民族主义，而且你甲阿强啊徛做伙。毋过阿强啊，你即马讲啊，我伫咧遐，我有讲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啦。虽然有当时啊讲吼，我是做过这个那个，或者是啥物个吼，我毋知吼。伊伫咧每一个场合，甲每一个人见面的时阵，伊对伊家己是中华民国的真总统，伊有当时啊敢讲，有当时啊无敢讲。吼，我感觉伊即届去就是一个戏子啦。去遐欢喜的啦，吼，去遐欢喜，因为伊嘛真知影讲，什么人会当讲什么话，拄到什么人会当讲什么话，拄到什么人袂当讲什么话，伊会去互碰，吼，所以伊嘛真巧。不过阿强啊，全部都不给你报，不管你怎么讲，我都不给你报，吼，只要你讲到中华民国，讲到你是真总统，讲到你是敏感的嘛，吼。我讲你伫中国遐，你要去找到马英九的新闻拢无啦。伫咧中国，我就是要互我的人民看到。我想要互马英九宣传的部分，不过马英九即届去，对台湾来讲，这就是真大影响；对世界来讲，就是真大影响。所以咱才来关心讲，到底国民党是不是延续这个路线，在总统选举的时阵，会对着马英九的脚步吗？你感觉？喂，马英九即摆去吼，我感觉伊是要洗白过去习近平讲的，吼9·2共识都是1国2制，就是台湾方案，伊要甲伊说。要甲说转来讲，或者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不过一中各表到底怎么表？一出发的时阵，朱立伦联合报做一个新闻哦，讲9·2共识就是中华民国。结果尾啊，人去问朱立伦的时候，伊讲无这个会，嘛无这个讨论。啊，我就要问国民党的朋友，请问9·2共识一中各表，到底国民党表的是什么？我过去啦。我拢一直就是国民党甲阮讲的“一中各表”，表的就是中华民国。结果朱立伦否认哦，讲无这个代志哦。这边来表，来恁两位拢会使先讲吼，来。跟咱讲啦吼，民进党的朋友会安尼讲吼，咱拢足了理解啦。伊戴着有色眼镜嘛。你安怎解释？我讲，你今仔我讲。伊咧去啊讲遐遮的话，我先提醒一件代志。王毅会记得无？伊即摆的外事办的主任上悬的，伊进前伫蔡英文总统咧做总统第1任、第2任的时，又讲哦，尊重伊家己的宪法。
所以事实上，咱的李老师讲的，伊讲伊的，咱讲咱的，伊做伊的，咱做咱的，这本来就是咱中国人的一个智慧。有当有一寡代志免讲遮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有一寡代志会使做，袂使讲；有一寡代志会讲，会袂使做。所以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过来，我咧讲。啥物人讲？习近平拢讲安尼，习近平拢讲安尼。民进党的好朋友讲，这个国家、迄个国家真歹势，我唔知因两个是毋是拢斗阵的啦。啊，无你看，蔡英文唔是讲这个国家、迄个国家是啥物人先讲这个？蔡英文唔是安尼讲，咱先看嘛，伊4月7号你家己去查。啊，我等下甲你讲，4月7号的时候，咱先看伊去接机。所以咱即摆咧看讲，伊头咧讲民调的时阵，我就讲哇。民进党的好朋友，佮加讲民调，迄当阵会记你1226选举的时阵，民调是一个参考，起落落，台湾人其实足善良的。所以文琪，你回答我，到底马英九这摆诶访问吼，照你安尼来讲，应该真成功。啊，国民党会继续伊的路线，在这个选举当中来发扬光大。当然，因我有啥安尼讲，我请问嘛，咱民进党的朋友即阵要7档啊，要8档啊。到底互台湾过了好，较好啊，较歹？第一，民进党做了无？第二，国民党我讲莫讲萧规曹随，啊无你若有较好的方法，你若是好友谊啊，是啥物人有更较好，你讲出来嘛。问题即马咱的马英九前总统去甲大陆讲啊清清楚楚，我是中华民国。我意思是讲，伊一定开一条路，互大家报告。有一个代志是一个政治的智慧。你开路，但是嘛爱看习近平有要路牛无？咱先莫讲老子都不老子，朱自清讲的话啦。习近平伊即个就咱简书培议员讲的啊，你讲你的我，所以伊无爱甲你报啊。但是你咧讲的是，伊无甲你做主旨哦，伊无讲你袂使讲哦。无甲你吹暗起来，安尼就真万幸啊。你讲哦，啊我问佢，侥幸咯，啊，其他安尼。那所有的代志，咱无法度传出来的话，咱今仔嘛无法度直接讨论。所以我讲，这就是一个政治的步骤，进步。所以你讲伊讲伊的，你做你的。所以我讲，这咱咧看代志就是一个足简单。到底这个政策到底对咱台湾是好还是歹？啊，无我就讲，你看民进党做的，甲即马国民党做的，你嘛袂使甲我逐工拢讲好好做代志嘛？你到底要安怎做？比如这叫马英九前总统提出来咯。今仔无好友谊啦。对，我意思讲，会使更较好的方法，咱袂反对。好，来，李老师。当然，你讲到马前总统踮咧大陆，即马这个时阵对国民党，这个路线是毋是一个好路线？其实基本上啦，马前总统伊即马踮咧大陆的路线，其实真简单，就是亲美、友日、和陆、友日，抗日呢？抗日是台湾人无，咱和李老师讲完。起源，咱一定爱知影，中华民国即马113年前38年，有足侪时间，迄当阵咧抗日。所以马前总统带即寡大学生去遐看，就是讲这是咱进前中华民国的历史。伊毋是讲恁后摆一定要反对日本人，伊无安尼讲，伊是讲这是咱迄当阵的历史。所以我毋则无强调讲伊抗日啦，我是讲伊咧行即个路线是要民族主义的即个路线。伊是要互少年的知影讲，咱中华民国为1912年创立以来，到迄当阵大陆时间，加减讲看有哪传出去无？迄当阵的历史是安怎？互少年的知影，因为即摆少年所以老师，那照头仔议员讲的，其实因国内基本上马英九的消息出来的时候，拢变盲情啦，吼，啊真红啦，啊像综艺节目唱歌啦，啊讲到这嘿吼。事实上，对着中国本土的影响其实无大，对咱国、对台湾人民的影响，所以我毋才一直咧问讲，伊到底安尼选举就会直接问，安尼有票啊无票啦？其实吼，伊即马行的吼是本来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啦。哦，所以吼，其实对于嘛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各自表述啦，对。嘛是安尼。当然，拄啊，议员讲就讲，经过迄个联合部讲着讲，哦，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我已经直接甲大家讲啦，因为我是踮咧智库咧，国民党的智库咧工作。问题是，阮从来无为着即个代志咧开会啊。所以迄个新闻出来时吼，阮因出一条，大家拢讲啊，这新闻又倒来。
跟恁写的无共款的对啊。无，完全无共款。所以咱再来问老师，恁到底推出的这个新的物件，顶头是安怎无接受哦？再互老师来好我讲。这我来问议员吼，在这一次吼马英九案呢，其实咱上关心就是讲，在这个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包括了郭台铭今仔日开始讲哦，我民进党绝对袂使再搁执政啊！只有我会当和美国甲中国啊来和湾，袂当对抗。这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物件，但是中国的明显无同意呢。是啊。伊要提出什么新的物件？我留一个空嘴，互你来回答吼。议员你先。习近平已经伊的15点公约就清楚的啊，吼，都是台湾方案，都是一国两制，吼。你即马马英九去遐讲什么9·2共识啦、一中各表，这拢是你讲了欢喜的，人有甲你认同无？当人若想要甲你攻击的时阵，这所有的理由都是理由，吼。那马英九即马去甲中国做这个代志，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跟上他的这个中国的论述？他都要。包含国民党的2位代表，拢讲有啦，这都是阮咧地啦吼。毋过恁2位敢若毋是朱立伦哦，朱立伦到即马这个代志拢毋敢讲话哦，拢毋敢讲哦。到底9·2共识，曾经朱立伦去到美国的时阵讲9·2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你即马回过头来，佫讲一中各表，一中各表拢敢若伫咧国民党。家己的所在敢讲，伫咧共产党的头前都唔敢讲，就无迄个一中各表，所以我感觉这就是真荒唐啦吼。翻过头转来讲，即马这个郭台铭这个代志，当然这是国民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因党来竞争啦吼。即马这个侯友宜因为民调对这个3月初4南投立委选举了后，就一直雪崩下来嘛。雪崩下来，即马郭台铭看到有这个机会，提早2天结束访美行程，登来台湾，然后来宣布来参选。伊讲的是讲哦，伊要化解美中的战争。然后对抗，他要解决这个对抗，然后要叫大家不要投给民进党，因为投给民进党就会青年上场。我感觉有2个观点来讲这个代志啦。第一个，因为他都要讲的，这是国民党的党内竞争，伊要争取这个民调要高，虽然因无初选，不过伊有讲，伊若民调高，因有一个内参的民调。民调如果高，它就是最强的母鸡，伊就会当出来，所以叫大家若接到民调电话的话，唯一支持郭台铭啦吼。所以这是伊个第一个伊党内选举所以伊党内选举，当然伊爱激化大家讨厌民进党，伊才有法度摕到较悬的民调。这是对内嘛吼，这是对内。但是对到这个美中战争这个代志，我要讲的美中战争，你要化解美中战争。虽然郭台铭你是首富，台湾你是上好起来，你的鸿海这个集团嘛是做了真好，全世界拢知影你这个集团。你若有法度化解即马美中战的话，我甲你讲坦白的，你莫讲你要选总统啦，我感觉大家都甲你欢迎啊，对不？你有法度化解美中战，以你郭台铭，你要去化解。我甲你讲，我甲你拍扑啊！有一个老师就讲你如果有办法化解美中战，你要不要先化解三星甲 Apple 的关系啊？你若是因为你有这个首富的身份，你就有法度化解的话，安尼大家拢甲你拍扑啊！所以我感觉郭台铭因为伊过去是做生理人，做生理人拢用画巴拉肯的，伫咧生理场顶悬甲你好，毋过你要做总统的话，敢会当用安尼好？你用安尼好，你就要叫国民党的所有的支持者甲你支持，互你来选总统吗？你未来你若真正做到台湾总统的时阵，你嘛用安尼要去甲大家好吗？所以，你认为郭台铭的两方的路线，甲这个马英九的路线是会无共款吗？我无一定，我感觉伊无一定会甲伊共款啦吼。咱刚刚讲你食一个，咱放假一个串冰店真厉害。伊拢说玩意相同，手艺不同。同款物件，但是手艺无共款。我讲的来，国民党家己内部其实都无共款的做法啦吼。对9·2共识都无共款的做法。真侪改头的，这2位都可能都无共款。朱立伦讲无讲9·2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嘛，对不？江启臣
做党主席的时阵，三金要甲改，三金要甲改，要甲改有一个重新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要废掉9·2共识。结果呢，马英九震怒。就江启臣闭嘴，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郭台铭哪有法度出线？郭台铭的路线是不是会延续这个路线？我感觉伊就是一个心理人，而且伊今嘛所有的操作，包含今仔日转来开的记者会，这个看来公关公司拢有伫甲操作啦，所以伊会安怎去看论述他的两岸论述？我感觉若无票，伊就袂得。他就不会跟进。那如果以刚刚我们来讲的那个民调来看，我认为郭台铭如果聪明，他的公关公司如果上道，就不会让他继续买这个单啦。简单来讲啦，苏培公的议员伊讲的啦，我讲我会使理解伊民进党的立场啦，但是我就讲，咱就咱的宪法，为什么咱的有机解释，咱一直要往前进，因规定是4个人是活，你要随着时代演进而演进，所以你睇伊咧讲朱立伦，我讲形容我靠，无食前主席真正那遮尔啊关心国民党。朱立伦讲迄句话有倒位唔对，我甲大家没有共识的共识是倒位没有共识是为虾米？对吼，到底啥物人是中国？定摕伫咱中华民国，咱讲迄个中国就是咱中华民国。对外是讲迄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迄叫做没有共识，但上不因为了事务性的协商，会使顺利进行，所以还是有共识。所以朱立伦的迄段话是完全无任何问题。啊，第二我要讲啊，若是讲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和平看啊遮艰苦，就无选中华民国的议员，选中华民国的委员。中华民国是互恁安怎见效？过来我咧讲。咱就是要回到原汁原味的9·2共识来，回到原汁原味1国2制。习近平当初讲的话，我甲大家报告。网络一家，你家己 Google 一下，你甲所以民进党就是德高大有菜刀啊，伊讲的话啊，讲峰回路上乌龙写刀者，哦，这就是你看伊讲的，这所谓的1国2制、一中各表，所以9·2共识就是爱统一。其实你若是真正回到原汁原味，习近平讲的话，我讲答案就出来。过来，我要讲。郭台铭总统有讲，不，郭台铭当属丁有倒位讲了唔对，我甲大家报告，咱即摆想看卖，莫讲有缺啦，偌清地咱的副总统进行咧做阁揆时无解决啦，你即摆欠药啊，连两你都无法度解决，我互你2档啊，你讲2档你做咱马才就来讨论这类型，你连这都无法度解决，你无甲民进党换掉，台湾人民敢遮可怜，遮悲哀，连鸡卵都食无，所以你讲郭台铭倒位讲了唔对，无唔对，问题。咱即摆吼，主要是要问讲，伊这延续这个路线，这个有票也无票吼，头拄议员啊讲，伊会看方向吼，来看民调来继续行落去。安尼，那么马英九在即摆的这个两岸，在中国的这个活动，安尼就算失败了吗？好，当然吼。贵党要出来算吼，伊也是披着国民党的战袍出来，伊当然爱接受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啦，或者是他的两岸的相关的论述嘛。9·2共识，我觉得他一定会谈，一定会讲的。那至于说怎么包装，这是公关公司的工作嘛。第二，郭台铭出来选，其实代表的不是所谓的两岸和平这种比较属于国际战略格局，它其实就是重商主义的路线了。好，什么时阵对以刚刚讲。有利的，也都可以进行任何的谈判。也就是说，郭台铭某个程度上他当选之后成为总统，假设未来他认为说跟中国进行统一，都可以换来更多的好处，那他可以放弃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伊这一间大公司，咱小公司，咱每一个人股票吼才10块，伊每一个人股票吼可能吼才2块，我要甲你夹，我这股票会去你稀释去咧，对不对？是啊，当然啦。那做生意人应该知嘛。但是你看，中国伊伫个外口甲这个国家咧交朋友的时阵，伊就是安尼处理啊。所有的东西我投资你，但是最后你的代价被我稀释掉啊！你看这个国家，这些穷国家最后的下场债务很深嘛。第二，我刚刚讲都要嘛讲到宪法的问题嘛。马总统我还记得他是宪法学者嘛，宪法专家嘛。那重点是在于说，当你处理用宪法的角度在处理两岸关系的话，那你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因为毕竟宪法是需要运作嘛，它宪政主义才会出来嘛。然后都要有提到所谓的王毅所谓的宪法，说那个是2016年4月，当他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尊重各自彼此宪法出来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下文。为什么？他确实是踩到中共自己的敏感处。别忘了当时习近平第1任期，
所以在那个时空环境是不一样嘛。现在马前总统要提到宪法，原本在跟宋涛讲的时候是讲各表一中哦，只有讲到一个中国原则，但是隔天之后跟大学生讲的时候是强调，看起来是强调一中各表了。你对着中共官员讲各表一中，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停，就没有再下一句了。但是对着学生讲这些，我就觉得这个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个套路，在这个政治上的氛围就很清楚嘛。所以马总统不是去祭祖，这个是政治活动。第二个，马前总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垫高自己的历史定位，来进而影响国民党的相关两岸政策嘛。所以米来，其实马前总统回来，你说他是加分也好，扣分也好，就回到国民党内部如何去看待他嘛？如何去看待他回来带来的政治效应嘛？看起来，我感觉是起码是咧无咧烧啦。那有的人是讲啊，咧蒙整看会当证出在地罪传教，无称出李老师，你感觉咧？是啦，因为对国民党来讲哦，国民党的这个两岸路线，确实今麦搁咧讨论，啊，因为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讲较歹听咧，国民党内部有深蓝的，有本土蓝。嘛有中间蓝，好啊，这个比如讲，大家为着看这个两岸关系的立场吼，其实这三部分拢有啥物小可无共款，问题大家目标是一致的啦，就是讲两岸一定要有和平，袂用战争。啊，大陆呢必须尊重咱中华民国的存在。啊，这个存在唔是蔡英文总统讲的，其实踮咧马英九总统。咧执政的时阵，走路直直咧讲啊，提起对岸嘛。啊，那民进党就无欢喜，问题是即马足侪蔡英文总统底下，即马7年来，这两岸关系足侪物件是马总统拍落来啊。啊，你若无欢喜，照你讲，你上台以后，你爱放弃嘛？你爱放弃啊！你爱讲我不爱行，我要甲放杀。蔡英文总统伊当年竞选的时阵，就讲啊，一个法是啥？糖衣毒药，无用去食，无用去吞。问题伊第二届竞选的时阵，伊就甲人民讲，过去所有的物件，我一概承受。啊，即马然后比当年拄着，因为一个法10年，照你讲，进程是讲10年，用个。大家过来参详看，要安怎讨论？是继续行，还是要废掉？结果咧，即马蔡总统的陆委会、海基会，当年到这个时阵的时候，就讲希望对外莫甲放弃，继续执行。啊，问题大家都问啊，啊，伊当时叫你骂甲臭头的恶法，为什么对于你执政以后变成暴？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民进党朋友是讲，当然大家为着台湾好，大家拢希望两岸卖打。啊，问题是讲要咱卖打，爱提出一个解放嘛。你要有解放，才有法度讲两面卖去打嘛。李老师，你感觉你真心认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在中国无接受？在这个前提之下，国民党即马应该提出什么新的方案？你个人呢？所以啊，对于国民党来讲诶，国民党提出的，你老党提出来，哇！这我看各位代表就请你做国师哦。无啦，因为这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吼，基本上就是根据咱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嘛。两岸关系定位就是讲。大陆地区嘛是咱中华民国的领土啊，所以根据这，咱来定咱的两岸政策嘛。老师，你没有甲阮讲者，我们评判一下。啊，两岸政策当然啦，有当时咱提出的是对方无一定接受的，问题无一定接受，咱嘛是应该找。譬如讲民主、对等，自由，啊，这是咱两岸应该进一步交往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其实讲啦，咱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都一党，其实拢应该提出来嘛。哦，所以你认为中国是会先放弃这国家认同的问题吗？当然啦，伊对中共来讲吼，两岸
伊有一个模啊，就是讲两岸是一个中国。伊就甲你打一个胡啊！对，啊，这个中国，咱应该暂时为着两岸关系、两岸的往来，无你甲习近平要请文琪去啊，习主席讲拜托你胡啊，小立调搭伫墙啊，搭伫墙。这是一直的演变的啦吼，我就讲拄开始咱就汉贼不两立，我就讲你连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国家决议，因嘛是一直在演变，所以习近平伊会看咧这个国家的情形咧发展的时阵，所以你看伊立场，伊即下开的两个会议，中国经济高层会议、第博鳌论坛，为啥伊讲我一定要对全世界开放？我意思讲，所有的国家对咱的国家利益是咱上重要，所以阮。李老师讲的就讲对咱台湾，无要紧，你若有更较好的方法啊，更较好的论述，你提出来，互咱台湾真正会使行出来，然后佫行出，佫会使徛起来，我感觉真好啊。但咱看民进党这7年来，唔是互咱安尼啊，所以我讲，为啥我一直提无知之幕，就讲咱拢即马拢把颜色放下，你这几年到底是台湾人是更较有钱，还是安怎？答案就出来了，拢免好笑。啊那甲美国更较好，你会惊袂？我真惊啊！因为我甲你讲，你若看美国过去做的代志啦，你是反美哦？我无反美，我是以美。与孙小雅有讲哦，反美甲以美是无共款哦。咱孙小雅佫比咱的中华民国的阁揆陈建仁甲郑文灿，迄民主自由迄个学养佫较好哦。孙小雅安尼讲的哦，伊讲袂使以美跟反美是无共款的。你看美国进前做的代志，我讲较近的吼，慢慢讲。所以你有小可怀疑美国人？我感爱怀疑，咱你无爱甲伊做行相话。伊是咱的好朋友，但是咱爱怀疑，因为咱看伊过去做的所有的代志。其实伊拢是为着伊美国家己国家的利益。啊，这当然啦。对啊，所以我就讲，民不畏己啊，天诛地灭。所以咱台湾人莫戆啊，爱巧啊，美国人安尼就是拄啊好尔，所以咱袂使对咧伊的方骹步行，因为咱爱有咱家己的骹步，这才是正确的。好，你时间结束，我这三个吼，互议员来。我感觉安尼啦吼，国民党要以美哦，我感觉当然每一个国家伫咧互相甲咱交往的时阵，拢以他自己的利益为最大考量。当然吼啊，所以咱当然无想要往出卖。吼，那甲美国交往的时阵，你讲爱以美，啊，我请问咧，啊，恁有疑中无？有啊。有吗？当然疑中。有中，你疑中是啥物？你看国民党下，你头拄啊甲中国讲哈尼啊侪好话，甲阿强啊的话讲啊哈尼啊好。我都无听到你有疑中。伊可能要功课无，爱搁做较济一寡。我听无啦，另外时间有你讲。我听无你讲的话啦吼，因为你讲的话一直伫咧跳啦。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即个蔡英文做总统了后，对中国有拒绝甲中国交流无？无哦，咱敢若要求有几个条件，咱来对的尊严、健康。有序的交流，跟老师讲的拢共款。小讲哦。跟老师讲的拢共款。你家己先甲两岸基础先甲拍破，再讲。对啊，这个两岸的基础是啥？就是9·2共识，就是9·2共识。民进党甲国民党唯一差别的，就是民进党感觉9·2共识已经去由习近平定调，就是1国2制，就是一台湾方案。所以，咱无伫这个设定的前提底下要交流，我们继续维持着跟中国，希望在马英九前总统所定下来的这一些基础底下，继续能够交流。啊，为啥阿强阿不？因为伊就讲嘛，因为你民进党你无接受9·2共识，没有接受一国两制的前提嘛，所以我不跟你交流嘛。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国民党还是一直帮阿强阿恭维，我觉得这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再来，再来，我要讲的是说，什么人是臭西人啦？吼，他都要这个吴老师讲，他认为郭台铭会接受这个马英九所设置的9·2共识，只是如何包装，公关公司也可以甲巧啦。不过我跟你讲吼，这是马英九2008年选总统的时阵讲的话。伊讲啊，坚决主张台湾的前途必须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这是迄时阵马总统要选总统的时阵所宣誓的代志。迄时阵甲即马伊做的代志有共无？伊即马去阿强阿遐，阿强阿讲台湾的前途是由中国人民13亿一起决定的。啊，结果你去遐去甲伊呼应，啊，你哪会袂记得你选的这一张？所以我甲你讲，我回应吴老师啦。我还讲，国民党要骗票的时阵，什么物件拢会当讲出来。当
伊选调了后做的，阁是另外一套啊。哎，议员，我一定爱和老师所讲一下，小宝贝。无啦，因为对国民党来讲吼，坚持中华民国，坚持中华民国的宪法，甲对面对外对顶交往，这是国民党的原则啦，这国民党的原则。我应该讲啦，为什么要蔡总统？因为我应该甲议员提醒一下，因为议员哦，他有讲哦，这个习近平甲9·2共识等同于1国2制，等同于这个台湾方案哦，迄是点么？以2019才提出的。问题蔡总统点么？2016年去的时阵，做第一任的时阵，伊就已经甲两岸的政治这个默契已经拍破。伊拍破以后，才讲咱两岸爱对定，所以变讲对岸无法度接受。你认为就拍破还是伊哦？来，谢弟，小宝贝。是，我刚刚讲哈，这整个环境无共啊。那我们都一直困在马总统讲的宪法，但是台湾要运作是宪政，事实是怎么运作嘛？我们宪法是怎么运作嘛？啊，用透过宪法的方式来框架宪政哦，这没办法在。